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人物。今仔日我想要来讲咱最近常常听到的青少年提倒犯罪事件。即个月呢，12号时阵有一个新闻讲，2位15岁甲16岁青少年封掠。因封掠是因为即阵真正足侪提倒犯罪事件，佮加上旧年10月时阵伫万社东部有帮派暴力事件发生，所以呢，警察为着这有一个突袭的行动。即2位青少年就是伫即届行动当中发现因有摕着迄 zombie knife，就是迄 zombie knife 就是咱伫迄电影兰坡内底会看到迄款足尖足利迄。反正就是因为摕着这 zombie knife 涉嫌伤人，所以才互警察掠开安尼。对啊，还有最近迄足红的迄出 Condolence 迄出英国的剧，嘛是咧讲到即个青少年的即个提倒犯罪的即个事件，所以我就想讲，由即个事件起来讲即个探讨即个青少年的即个暴力事件。其实即个青少年的犯罪的事件呢，我是已经无啥物感觉啊，因为真的。因为我进前住的迄区啊，就是足侪即款的新闻。我住的所在，我先互大家一个概念，我住的是伫万社东边的一个镇，伊离即个市中心驶车差不多15分钟尔。伊遐有一条电车经过，若是住伫万社的知影，迄条电车就是会载你来去 Ashton-under-Lyne。若是万社的学生要去买IKEA，拢会坐迄条电车。毋过迄条电车经过的所在，我感觉可能八成拢是治安较无好的区，敢若分讲OK， 也是无好，也是非常无好，安尼三种。迄区呢，就是超过上头前是超过可能99%的白人，是最近几年有香港人搬来遮，迄个数字才有较降。即区是进前迄个工业革命了后，有伫遮起工厂，后来呢就收起来，所以呢是非常传统的即种劳工改站的即个区。迄当呢16年迄当阵搬入的时阵，迄当的圣诞节，我就互因惊着，因为就是有开始有厝边咧讲，迄有青少年半暝出去外口放火烧车的新闻。咱这进前是毋是有讲过啊？可能有对到我要搬走进前，已经变做是青少年摕即个刀啊死伫即个电车站烧杀，而且是下晡，就是日头佫有毋是迄种半暝三更半暝出去烧杀迄款。你会知影讲，就是有个社区，英国遮有个社区会有群组嘛，像我即摆住的所在，即条街啊都有家己的 WhatsApp 的群组，伊拢咧送物件，无就是问讲即礼拜啥物时阵收粪扫啊，还是讲要办啥物 street party 啊，就是迄无是圣诞老人倒一工会来啊。毋过我进前住迄区唯一的群组叫做 Crime Watch。小学嘛，对，就是逐摆就是逐摆拢咧讲倒位佫有人互偷摕物件，倒啥物人放屎伫我的厝头前啊。当然放屎伫厝头前，毋是狗仔才有诶代志嘛。就是狗仔啦，但毋过就是无扣啊，系啊。主人无扣。对，佫有甚至有人就是组一个社团，专门呢就是暗时的时阵去巡逻。所以我也感觉讲，我住伫迄区的时阵，因为遮的代志新闻，甚至有诶袂走去你新闻面顶，新闻根本就无要报啊，因为这就摕刀烧杀的代志，这已经得要变做是事上的代志啊。新闻拢得要无爱报的，即款除非是讲发生伫阮即个社区，即个社区即个群组内底就会讲。所以我就家己就一直足好奇的讲，安尼遮的即个暴力事件是安怎来的？所以我就想讲，
会趁即个时阵吼，因为拄3月佫有发生，佫有即个影片又较adolescent，所以咱想讲，咱来探讨即个青少年暴力的即个发生代志，是安怎来的？要来讲即个代志呢，咱就先来讲即个问题到底有偌严重。吼，其实2017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媒体就有注意到即个问题。迄当阵呢，即个 Guardians 卫报呢，伊有做一个专题的报道，叫做 Beyond the Blades。伊就是收集迄当阵因为青少年提刀相杀死去的青少年的故事。迄当呢，规个英国有死39个青少年，因为提刀相杀。等于是呢，无够10天就死一个。伤喊啊！对，甚至有2个人伊是住伫同一条街路面顶。天啊！煞来咱嘛知影讲，伊直到即马可能已经7-8天啊，即个数字完全无降落来。逐天因为刀死亡的人数差不多是200几个，其中有40个左右是青少年。整体来讲，即个提刀相杀杀到死的即个数字呢，人数是提高23%。提刀去抢劫、强盗迄款的去抢物件，迄提高要6成。所以伫2023年的时阵呢，英国政府呢就有请一个 organization 去做一个统计，因去访问10万个30岁至17岁的青少年，去问因的经验。所以伊整理出来讲，整体即个犯罪率呢，差不多是16%。就是讲这10万个人内底有16000个人有去犯罪，即个砍刀相关。煞来呢，这10万个青少年内底有1/4咯，伊若毋是即个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就是施暴的人。你要一半的人呢，是伫过去12个月内底有亲目睭看到暴力事件。70%的人呢，是伫 social media 面顶有看过。过来因去算所以伊即个比例，伊规个整体英国的青少年有将近36万的青少年伫过去的12个月内底，因为暴力事件身体受伤。所以是有遮侪人受到影响。这数字有真伤恐怖诶。对啊。伫台湾的青少年犯罪通常是指差不多12岁至18岁未成年的违法行为。根据内政部警察署的统计，伫2020年的时阵，全国差不多有9500名青少年的犯罪。到2023年的时阵，青少年嫌疑犯的人数差不多到10790人。比前一档增加12%，要到13%。伫犯罪形态方面呢，早起是上济，占差不多20%。外是偷摕物件是13%。一般的伤害。毋过较值得咱注意的是，早起暗时比前一档增加31.9%，就差不多要32%。以小型爆杀案件增加差不多要6成。以小型爆杀儿少性剥削我感觉即个儿少性剥削，咱真正爱做注意咱身边的未成年的囡仔尤其是最近即个华国恩业界主持人的判决，我真正是足歹接受。就是有遮的人，所以遮的囡仔伫互伤害，因可能就利用家庭较弱势的人，互因一寡钱，去找一寡因感觉学校内底会当落手的同学。所以就一直安尼落长期来看的话，差不多2014年甲21年，青少年嫌疑犯的人数按36000人增加到42000人，差不多16%。毋过同一个时间，因为这些人无做想要生囡仔，若个生一个，所以青少年的人口减少差不多81万人。所以等到青少年的犯罪人口是增加的。
因为咱今仔日讲的主题是青少年犯罪 night crime 嘛，过这个部分台湾的数据足少，因为通常拢放伫什么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内底，伊都无特别分出来，嘿。过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台湾的青少年拢摕捌打较济吧。平常拢有咧练棒球。对，无就是想迄摕教倒即款较赖的物件，系啊。过我感觉另外一点会当注意的是，伫2014年台北捷运第一件摕倒伤人开始，到2024年这10档内已经有15件伫车手摕刀啊伤人的事件发生。真正是足趣味的，因为台湾的即个犯罪的即个类型，甲英国的无啥共款。英国的是主要是抢劫啊、贼偷啦，还有买卖毒品啊，还有买卖插仔货即款的。插仔货，好。对啊，我本正是想要讲，咱会当比较即英国的犯罪率，看台湾的青少年犯罪率。毋过我感觉其实小看歹比较，因为我想着讲。系即个警察处理的方式，我无啥共款，系，因为英国的大家嘛知影，即个警察因的迄个 capacity 就有限的，所以你若住伫英国的人，大概应该拢有听过迄款手机啊伫路耳旁骑车的人抢走，迄款根本就袂掠，对啊，偷摕物件嘛，就少咧掠呀，对啊，搁有咱进前。英国嘛，常会发生，就是迄种青少年啊，走入去人的店内底偷摕物件，无就是来讲叫啥卡糖啊，问迄款的，迄款破坏，迄嘛警察嘛拢袂。对啊，系啊。无就是车停伫外口，你有当时转来，你迄窗仔就破一空，这拢是青少年，系啊。系啊，因为迄款的警察袂来，所以所有人就想讲鼻仔蒙蒙的啊，笨大报警啊，对，系啊，所以对啊，所以小看歹去比较，毋过咱知影讲好，英国即个问题就严重了，我就想要去学讲是安那会严重，我有看一篇报道，伊就讲有足侪人会叫是讲，这是看即个集团犯罪。为主就是gang的帮派迄款，对。毋过其实呢，遮的青少年的犯罪，跟帮派相关的犯罪，颠倒占无到5%。至少伫2018年迄当阵，迄个报道出来时阵的数据是安尼。对，所以咱就要先来了解讲，青少年伊犯罪的动机是啥物？伊是受到啥物款的刺激，才会做这一款代志。所以有一个研究内底呢，伊就有发现讲，伊的即个研究对象内底36%的暴力事件的施暴者，讲因是因为互人侮辱、威胁才会去犯罪。搁有要三成的人是为着报复进前方暴力对待。搁有25%的人是因为防霸凌。遮的犯罪的囡仔有一半进前是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对，所以有不止一个研究表示讲，大概有5%就全英国差不多有5%的囡仔20内底一个囡仔会早倒去上课，因为因感觉因的安全受到威胁。哇！毋过因毋知影是足侪遮早倒去上课，为着要保护家己的囡仔，最后遮倒拢会插伫因的家己的身躯顶。对，足恐怖的。煞来是有2成的囡仔伊曾经因为会惊伫学校互欺负、互霸凌，倒学无去学校。所以遮就要讲着啊，因为足侪遮的施暴者，伊是被害者，伊嘛可足大的机会真正是被害者，所以咱就要讲着，所以啥物人上高变做受害者，上简单互针对。通常呢，即个青少年犯罪上定互连接到的，就是即个社会经济地位。比如讲，伊若是伫学校有领即个免费的
中昼长的即个囡仔，也是讲有社工咧支持的囡仔，伊有1/3的机会伫学校会互针对、互欺负、霸凌，对。啊，还有呢，咱顶一集讲到有即个 SEN 的囡仔，吼，特殊教育需求的囡仔，伊伫一个访谈为主的即个研究内底呢，发现讲36个被害者内底，吼，有16个有确诊 SEN， 啊，另外15个搁咧等即个审查的结果，所以你会发现讲，但是你看别人无共，你就会互针对。所以其实还有足侪其他的原因，像种族，吼，还有你若是互寄养，你嘛可能有变做一个互针对的原因。像阮翁伊以前是因为肥互针对，啊，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因翁是因为伤悬互针，我真会笑死，这个囡仔哪会遮无聊？真正有够无聊。啊，叫我补充一下，就是阮囝因班有一个女同学，伊讲伊想要自杀，啊，引起学校的关注。哦，嘿，啊，我讲为什么伊会讲想要自杀？伊讲吼，阮囝甲我讲，因为即个查某同学，伊讲伊介意是查某的，结果伊介意迄个查某囡仔带头，甲其他的同学莫甲伊耍，叫其他的同学莫甲伊耍。哦，嘿。这嘛是一款霸凌啊，就是，对啊，迄甲孤立起，嘿。啊，阮囝甲我讲时阵，伊讲互学校有介入要甲即2位学生面谈。我讲啊，虽然讲英国性别足平等，啊，毋过嘛是一个思想有一点仔父权的国家。就是我感觉，性别即件代志，我毋知呢。我感觉是真复杂，因为法律可能是真要走向平等，对。啊，毋过人民的头壳内底，因为迄个学校遮的囡仔，因的思想是因的家长影响的。因若家长无甲因讲即款，我感觉尤其其实足侪家庭也是真传统，因个会比如讲查甫囡仔就带因去踢骹球，查某囡仔就带因去骑马啊，甲骑白嘿。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因足侪刻板印象爱拍破的。毋过因为阮后生因班有一个是有一个查甫同学，伊是2个老爸。好，就是所以会感觉因班算是真，嘛毋是应该是讲因班即个逐个的背景生长的背景拢是真多元。啊，其实因为即款的父母之间拢会交流嘛，所以会发生即个代志，我嘛有真惊着。啊，毋过我感觉就是因为因也是囡仔，就是爱需要教育对，对啊，对啊，因可能大汉了就会开始后悔家己做过的代志啊。真的。对，啊，甲拄则讲的这是较个人的层面的原因啊。煞来我想要讲一块较快的这个原因吼，就是结构上，我感觉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资源不足，系统速度堪对即个警察或者是一个规个系统的无信任。咱先来讲即个资源的部分吼，通常即个暴力事件拢会发生伫较即个平均收入较低的即个社区。因为有一个报道讲，即个家庭收入伫上下骹10%的即个区，就是 PR 值10的即个区的囡仔，跟上面顶 PR 90的区的囡仔比起来，受到暴力事件影响的机会是2.5倍。所以一般来讲，即款社区呢，伊拢会伫即个市中心附近。因为你大家知影讲，英国含台湾是倒边的，好的社区通常都离即个市中心较远。因为有钱的人较意去迄款清幽的所在住。我讲的这款有钱是讲迄款老钱啊，毋是讲这种拄仔才搬来迄个
中东，还是讲俄罗斯，还是中国迄款有钱人。所以英国含台湾是倒边，啊无你看全台湾上好的国中含高中是伫台北市上中心的所在。对对，毋过至少以万家来讲毋是安尼。毋是，过来是以我的观察毋免考试的公立中学，伊成绩愈好的迄区学区，伊平均收入嘛较悬。你会当去看万社市中心，除了查某的学校、女子学校、含迄个教会学校以外，迄款毋免考试的公立中学，拢是超级烂的学校。所以你就当知影讲，对，遐的家庭就是较无资源、较无背景。对。所以遮的囡仔呢，因厝内底较无资源，学校分配着资源嘛较少，因就会需要去依赖即个政府的资源，比如讲即个 youth center， 下晡3点下课了后，去互因有一个免费所在去消磨时间，学一寡兴趣，也是讲摕即个体来摕去耍，毋是摕去相拍。毋过保守党政府呢，伊抬掉超过一半的即个青少年预算，所以有足侪 youth center 呢，渐渐就关起来啊，嘛是有造成部分地区的即个青少年犯罪比例增加。而且因放学时间搁足早诶，爸母还未回来时阵，因拢伫外口乱踅啊。无毋对。对。过来就是系统的部分啊，特别是有即个心理身躯跟即个学习障碍的即个学生，包括是有即个 SEN 的囡仔，因需要较早量早确诊、量早治疗。而且呢，去申请资源，互学校去提供因的资源。毋过现实是呢，有诚侪即个资源较欠的即个县市，囡仔爱确诊，就要等足久的。上久听过排10冬的，排到伊拢18岁，拢出社会啊。是对，所以之前有一个例啊，就是有一个视觉失调，就是视觉失调的即个囡仔，伊甲因呢，伊一直甲老师含即个学校讲，伊有幻觉。毋过即个医疗含学校反应的速度，就是无够紧。有一天，伊就甲因朋友刣死，因为伊叫是因朋友是妖怪，伊足惊啊！伊为着要保护家己，所以就甲因朋友刣死。这嘛是对，这是实际的例。对。过来就是即个资源的系统吼，足侪人伫囡仔互欺负的时阵，遮个家长含即个囡仔会一直去甲学校，或者是讲社工，还是警察去甲因讲，去要求资源，毋过就是无法度得到帮助。伫一个访谈为主的一个研究内底，因就感觉讲，因就有去反映讲，遮的即个单位吼，敢若讲毋是我的代志，迄款的态度，就是因是来遮吼办公的代志办的吼，即个tick boxes 就当走啊。或者是讲有一寡承办人员吼，甚至会去怪罪即个受害者，就是人咧讲即个 victim blaming。要因为家己受的害来负责任。嘛，甚至有一寡查某囡仔讲，因感觉因无互认真对待，特别是迄款高刷还是即个性暴力的事件，会互无视。我记得阮之前有去一集开始有讲过，就是足侪女性伫英国高刷报案互食案的即个事件，伫英国佫有。伫青少年的犯罪的即个事件内底嘛有看到。最后是即个对警察的无信任，尤其是黑人。大家若是有听咱的即个第一季的即个第9集的系统性业障，迄集就有讲到60年代以来，即个警察对黑人族群的即个系统性的暴力，会引起即个变成是造成黑人社群对警察无信任。所以即马到即个2000年了后，因变做受害者，还是讲得要变做受害者的时阵，因就袂去想要找警察斗相共，因为
进前警察就是互因变成受害者的人。对，对，这个印象搁伫诶，真正是系统式诶业种。对，而且就是讲，因为即个摕刀仔小台即个案件就增加吼，政府摕头一个就是先增加即个 stop and search， 就是即个临检诶即个频率，毋过因查黑人诶即个频率比查白人诶频率是差4倍。哇！所以伊嘛互因感觉讲互针对啊，所以嘛共款就是无法度对警察信任。对，因为迄个感觉是对你，毋是感觉讲我是徛伫你迄边，颠倒是像我是咧甲你审查迄种感觉。对，毋过嘛是有一寡地区吼，伊颠倒警察因足惊迄风斗诶，所以就尽量无爱临检。结果颠倒增加即个犯罪数，嘛是足歹办诶啊。对啊。所以最后一组就是即个环境的因素，足侪报道拢有讲到即个 social media 网络社群，比如讲 TikTok， 伊会推送迄个有暴力的影片互看，伊嘛袂去特别审查吼，你若若讲到中国的歹话，就会当就会互审查，毋过摕有暴力的影片就袂审查吼。甚至有一寡 TikTok 的迄个口罩呢，伊个会伫网络顶看伫个口罩内底卖刀啊吼，卖刀啊，对，各种诶，等下我想想到咱伫夜市的，伫台湾夜市嘛有人伫卖刀啊，歹势好。对，毋过咱伫夜市买诶刀啊是迄互迄煮菜人用诶，因咧卖刀啊是迄款，我毋知要安怎形容，就是迄款蓝波诶体，迄款有插诶迄款诶，你敢知？插诶。我找着诶 zombie knife 就是蓝波即款诶。伊佫有各种诶型咧，佫有直诶，有弯诶，有画牛型诶，系啊，各种诶所以除了是安尼以外呢，即马伫英国诶网络顶管也是可以当买到刀啊，而且会当买大量诶刀啊，佫有以前有囡仔伊会摕厝内人诶身份证去买刀啊，因为你未成年袂当买刀啊嘛，伊就摕厝内人诶迄个身份证去买啊，就买着啊，就是遮个环境因素伤要摕着刀啊伤简单啊，佫有即个 social media TikTok 伫面顶咧宣传即款诶风气，暴力诶风气，对。毋过有一个诚趣味，我做即个研究诶时阵发现讲即个犯罪诶原因吼，嘛有即个城市含庄脚诶即个差别。有根据即个 The Times 诶一个记者诶追踪吼，即个伦敦将近一半诶即个摕刀小台诶人含即个受害者含施暴者，拢是一半是黑人，而且伊诶年龄伫即个差不多19岁。毋过呢，英国因为有刀互判刑诶人口上歹诶所在是伫 North East 东北边诶一个镇叫做 Cleveland， 迄边呢是99%诶白人哦，台人诶较红台诶，即个年龄拢是白人，而且年龄伫25岁至34岁较济。哇！有可能原因是因为伦敦inner city 就是较我近市中心诶所在，黑人诶人口占会较悬，而且呢，伦敦诶 inner city 诶即个市中心附近诶即个散假即个问题最严重诶。对。再来是后壁讲诶即个镇吼 Cleveland， 因为70年代了后，即个钢铁产业就是工厂互关诶嘛，所以伊遐诶港口相关诶产业嘛，对咧就落啊，所以即个失业诶问题足大诶，再来就是伊这教育资源嘛足欠诶，所以记者就讲，基本上啊，即个镇啊，伊遮诶犯罪就是因为
loss of hope 绝望啊。嘿，对。看阮伊即个阵的故事，看我进前住迄个区的故事真像。我讲就是一个毋知呢。就是你伫迄个环境内底，你足歹去改变想法，除非你搬走，毋过你阁无钱通好搬走。对啊，对，无毋对。对，因为比如讲，我进前住的所在，厝足俗的啊。你其实系啊，定定有人讲英国的厝足俗的，毋过足俗的所在，你真正袂想要住。真诶，真正是适合。系啊，我即摆住的即区基本上，即区可能是万城毋免考试的公立学校内底上好诶。对，排前几名，除非讲你要去教会学校。毋过教会学校阁是另外一个。伫阮遮有，伫阮遮有3间上好诶中学，有一间是教会诶学校，毋过迄间上有名就是暴力，就是霸凌啊。是哦。是伊诶排名足好，毋过伊诶霸凌嘛上济。教会学校是哦。我是感觉教会学校足济伊诶迄教学诶风格，就像台湾80年代迄款风格。就是我无介意。惠理咧，对，拄则要讲啥？对，所以阮即区因为伊诶学校足好诶，所以即区诶厝足少通，对，足贵，拢爱用抢诶。对，好，继续。好，你头讲诶遐呢？就是城市甲乡镇诶差距嘛。台湾城市甲庄脚诶犯罪形态嘛无啥共款。我就是发现真趣味一件代志是，新北市诶青少年犯罪牵涉着刑事案件诶青少年，为2021年差不多2500人，伫2023年诶时阵变做4480人，将近一倍。所以表示讲青少年犯罪伫某一寡市区有增加现象。咱正式来看嘛，就是市区甲庄脚青少年犯罪是有啥无共。伫城市内底，因的青少年犯罪类型就是偷摕物件诈欺受一寡毒品的买卖佮帮派。另外一个就是性犯罪，因为可能伫城市内底较侪什么夜店KTV 会变做讲有足侪拢会是伫遮发生，就是性侵即款的，佮有网络霸凌庄脚的青少年的犯罪就是违反交通规则。这真正细汉时就听足济，就是毛毛18岁就偷骑机车即款。这足济。偷摕物件嘛是有，足济就是相拍。相拍毒品嘛是有，毋过较济就是人讲的拔菇就是食迄物拔菇强力胶，对。阁是头家，就是离家出走即款的，因为家庭功能的有问题嘛，就变做青少年较到离家出走所以就是因为遮会有其他的犯罪问题。对，可能较济是迄种阿公阿嬷带大汉的。对。所以讲了即个问题了，来讲即个解决的方法吼。即马除了警察因的加强即个临检呢，阁有咧讨论讲要立法禁止即个开山刀买卖含即个持有，阁有要求讲伫网络卖刀的人，伊咧送货时阵爱要求对方出示因的身份证明。阁有若是有人要一捆头买足侪刀你嘛是爱去要求讲去看伊的身份证明是啥物货。阁有人提议讲，开始无咱即个灶骹的刀咱的迄个刀的头吼，用做圆的，莫用尖的，顶。真正讨论到就有的呢。有够强的。
对，对啊，即摆政府已经开始甲即款以倒仔为主的青少年暴力事件定义做即个公共卫生的议题，因为呢，伊若是公共卫生的议题，就是表示讲迄是会当防止的嘛，会当先拍注预防针就对啦，先预防啦，嘿，因就去邀请即少年人、警察、公卫专家、老师、社工等等的相关人士来做伙来解决即个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毋是倒仔的本身，是咱头前讲的遐问题，互人爱有互人有适合的所在住，就是 housing problem 嘛，啊，佮有即个失业率的问题，佮有照顾即个心理健康，解决毒品问题，佮有家庭暴力的问题等等，啊，逐个市政府面对问题的方法，含即个解决的办法拢无啥共款。啊，毋过像即个万城伊就有一个伫一个报告内底互highlight出来报。伊讲诶，因为万城伊有特别去训练老师，互因当去处理照顾SEN 的囡仔，就是讲伫因防确诊进前，也是讲确诊的中间去甲因帮斗相共，啊，就会当互即个确诊的速度更较紧，也是讲较早去介入安尼，伊就有明显去减少即个青少年暴力的问题。对，啊，其实足侪遮的单位啊，因拢需要面对就是补助的问题，因为做遮的预防的单位，因收到补助通常都是较短期的，因就足歹去做即种长期的规划。啊，毋过你若无长期的规划呢，去处理即款囡仔的问题，你就足歹有即足全面，也是讲足有效果的计划安尼。对，所以就是对。我感觉这真正是足歹。第一时间做歹解决了，因为我感觉因为伊是一规个结构的问题啊，系统性严重，系统性严重无毋对，牵涉到该站啦、资源分配啦等等啊，教育嘛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啊，对。啊，所以我感觉最近这足红即个剧呢，Adolescence，我感觉会当小可来讨论者。啊，下骹可能有讲到，其实嘛无啥物类通报啦，就是因为大家拢知影差不多，伊就是安尼嘛。我网络顶管就在咧问讲，英国的教育是毋是真正是安尼？因为有的人伊可能一来就是读迄私立学校，伊就感觉讲毋是安尼啊。啊，毋过我感觉真正是爱看你住对一区。对，因为我要分享的是因为我有搬厝嘛。我若伫进前迄区，我会真正会感觉规个社会拢是安尼。啊，我拄进前住的迄区是 PR30的所在，所以等于讲我遐对1/3的英国社会来讲是事上的代志。甚至我遐是比英国另外我遐是比英国1/3的地区的生活佫较好哦。对，啊，毋过我遐就已经遐惨啦，啊，后壁的迄30%是伫倒位？天哟！对，我即摆搬来新的所在哦，我感觉规个人心情拢无共款的，因为即区青少年，阮人迄工来讲啊，我讲你看遮个青少年，规个逐个拢行来面腔就无共的，我讲遮个迄个军破是毋是无共啊？咱有一个共一个国家差遮济啊，哈！啊，我讲遮个青少年伊讲话也袂大声话，啊，佫有讲迄 sentence 拢足长诶，啊，佫有会当 talk properly。伊讲对啊，对啊，你看遮个青少年行路去学校，就是因就是要去行路去学校尔。They're not trying to kill anybody on the road 。我讲对。就是3点的时阵，你嘛袂看到一寡少年仔伫外口落垃圾，因大部分你若看到，可能是要去什么 after school club。对，对，我感觉讲，所以Adolescence发生的代志是毋是伫英国是正常还是无正常？我感觉着爱看你住对一区。真的，对。
啊，刷来就是讲，大概开始会去讨论即个亚女的问题。我感觉这真正嘛是真重要的，而且英国的即个有一个 lat culture，就是非常的亚女啊。好，我感觉伊内底即个青少年伊展现出来即个状态，都有小可像迄个 lat culture。好。毋过对，毋过伊的规个人的状态，就是讲伊无足力，伊无法度变做一个 lat。伊毋是迄款足 muscle 就筋肉足济啊，是讲足 masculine 的迄款的。所以因阿爸毋是就讲，要送伊去，要送伊去踢骹球，对，佮有学迄个 martial art 的练武，我毋知是对即款武功，毋对是练身体就对啊。对。互伊讲互伊 strong like a male，即款的毋过伊就是即两项伊拢做无好势嘛，所以伊就佮更加互伊感觉家己会不足。对。我感觉伊就是毋知，就是伊甲迄个社工，伫迄是社工还是心理师？伫讲话时阵，因诶对话时阵，我感觉其实伊是对家己足自卑诶。伊就感觉伊无法度做成，就是无法度变成因爸爸眼中迄款诶查甫囡仔。对，所以我感觉虽然咱讲英国是真多元，我感觉我嘛同意讲英国真多元，毋过伫即种较 lat culture 的所在，就是 lat culture 较流行的所在，我感觉因也是个足想要有即款足传统的性别的样，所以查甫就是你就是爱踢骹球，你才有法度，对，你才有法度交着朋友。你就爱讲话，就爱做安尼，就想要配搭啊安尼，搁爱讲一寡较亚女的话，安尼才有法度 join the crowd 安尼。搁有一个就是因为阮囝因班有一个足爱看 TikTok 甲 YouTube， 所以伊拢学着迄足济有诶无诶。因就感觉好笑嘛，因就是想要 they want to be funny， 所以伊就感觉我安尼讲诶话，我诶朋友会笑，因就会更加去做遮诶代志。对。煞来呢，我感觉总讲即个剧内底呢，有一寡符合我有小可要义，就是讲伊有足济物件拢足像咧描写一个劳工阶层的家庭，比如讲因这阿爸伊就是一个 plumber 嘛，就是迄个做水电的，伊个有家己的一台小货车，可能小可像工头迄个款，所以可能是即个人讲 upper working class， 就是劳工阶层内底较顶层的啦，是经济是无问题迄款。搁有讲伊会去踢骹球嘛，送因囝去踢骹球。虽然讲骹球即个人讲所有的人拢有咧踢，毋过踢骹球跟劳工阶层之间的即个连结其实是介强的。搁有讲着因。比如讲，因要庆祝生日，伊就讲去摕迄个 Chinese takeaway 嘛。我毋知，我感觉 Chinese takeaway 物件小可有含即个劳工阶层像有小黏的感觉。因为较因为 Chinese takeaway 因做者 takeaway 因拢其实都拢无税金伫内底，所以拢足俗。因为做者 Chinese takeaway 因拢无报税嘛，对啊。对 cash only。对。因去嘛毋是点啥物，嘛毋是点啥物 Chinese food， 因拢是点啥物 chips with curry。或者 chips with gravy。对。这样就袂生的这。对。搁来就是足趣味就是，我毋知因有特别设定，还是就是尊重即个演员本身的即个腔口，比如讲因爸母就是即个 Liverpool 的腔口，即个囡仔呢，伊是即个曼城的腔口。逐个若有兴趣，咱去听下咱进前第4季有一集咧讲即个英国腔口800款，就是有即个腔口含即个出身嘛是有连结的。所以这规个即
会符合安尼连做伙了，就像诶我进前住迄个社区，或者是比如讲乌痕迄款，就是较乐港改站迄款诶社区吼，我感觉完全会当伫我进前住诶迄个社区内底找着即款诶家庭。我感觉会当呢。对，尤其是比如讲，足侪迄个 Liverpool， 伊会来万城发展，安尼，因囝就伫万城市中心附近诶即个社区大汉安尼。对，所以伊虽然是即个咱讲即个 upper working class， 因拢有咧做，伊有咧食头路所以经济是无问题。毋过你会当感觉着讲，伊无即个社会资本去熟悉无教诶人，比如讲伊着警察问伊讲，你敢有熟悉律师？伊着无法度嘛，伊无法度去应对即个状况。伊可能咱拄则讲即个拉口笑，伊可能嘛无迄个文化资本去破解即个性别的偏见，所以伊就有需要去送因囝去即个踢骹球啦、拍棍啊，互伊就是较符合迄个拉口笑内底迄个传统的性别的迄个形象，互伊 strong like a male。对。我感觉骹球即点我感觉真趣味，因为我不止一个毋是白人的朋友，讲比如讲因可能是台湾人嫁予英国人，无就是白掠的亚洲的人，因会讲因移民来遮爱送囡仔去踢骹球，才有法度去融入即个英国的社会，含即个 local 的即个囡仔，迄白人囡仔有就是讲有共同的话题当讨论。嘿，毋过像阮兜，我就无要用即。我嘛无想诶，就是我感觉踢骹球，我感觉互囡仔去训练身体是好诶。毋过因若真正无即个兴趣诶话，你逼伊去踢，我嘛毋知，因为阮兜阮囝就是对骹球无有兴趣嘛。我感觉甲其他诶运动来比，伊对骹球诶兴趣较无遐大。可能就破安尼。对。吼，对啊，像阮翁伊嘛是，因为伊无咧看骹球，无爱踢骹球，嘛无爱啉酒，所以就拢交无朋友。伊常讲呢，伊常讲，我感觉伊伫英国是一个外国人，看即个社会格格不入，敢是安尼讲。阮翁会晓踢骹球，伊嘛有伫啉酒，伊有当时嘛会看骹球，毋过伊嘛无啥物朋友。所以问题毋是伫咧骹球。对，我感觉问题是伫人吧。因拢是可能属于较嘛毋是高僻，毋过就是我毋知就歹讲诶。较避暑一点啊，嘿。恁翁啦，恁翁是较避暑，阮翁有避暑吗？阮翁袂避暑啊。伊诶避暑诶方式是一直讲话。就是伊歹势诶时阵，伊就一直讲话讲袂停。你也会记咧，咱顶一集有讲过，伊是有自闭特质。对，对跳转来，我要讲是因为咱阮兜即摆住诶即个社区，伊有网球，tennis 也是讲即个羽毛球会当拍。对，嘿。毋过即两项要讲真正 tennis 较羽毛球即两项运动嘛是足中山改站诶啊。嘿。真诶吗？嘿，对啊。嘿，伫英国逐项物件面顶拢有一个改站诶 label 啊。嘿。对。嘿啊，煞来阁是伊阁有讲过讲，伊送囡仔去拍棍嘛。我嘛是，这嘛共款，就是我不止一个，就是比如讲一半英国人，一半台湾人，也是讲本身就是亚洲人诶囡仔，因会互家长送互去学即个方式，就是拍棍。因为因拢会迄家长共款拢讲共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伊毋是100%诶白人，惊伫学校互欺负。我嘛感觉这是一个足趣味诶点。你敢有听过？我无呢，毋过，我想有听，就是感觉你毋是
白人的话会互欺负。毋过我感觉因遮囡仔要开互相也无分你啥物人种啊，连白人毋过是迄个 ginger 即款嘛会互欺负啊。哦，毋过 ginger 嘛是共款啊 ，ginger 就是嘛是共款无共的种族啊。哦，你系啊，系啊。OK。而且就是 ginger 就是历史上互看做是较低赞的人。哦，嘿，所以进前因遐无遮济无共色的人种的时阵，因拢是先欺负迄个 ginger。咱咧讲 ginger 就是红毛的啦，对嘿，对对，就是毋是亚洲人讲的迄款红毛是真正伊头毛是感觉色的安尼。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对。毋过最后我想要讲，就是虽然讲咱即个家庭伊即个劳工阶层的即个标签大满满，毋过其实因姊也是共一个家庭出身的，伊就无去做共款的选择，所以我就要搁去破我之前讲的，我感觉即个编剧想要讲的，可能是讲即个重点毋是阶层，即个代志可能会当发生伫任何人的身躯顶。对对。嘛有足侪资料底是讲，可能是即个 role model 的问题。甚至咱前一集嘛有讲着，讲毋是前一集，就是头一季的头一集迄个韩剧内底的即个女性主义内底有讲着讲，你啊互囡仔无共的 role model。比如讲即个迄个警察因囝，伊就是因阿爸是会当一个较温顺的人，会当好好啊用讲的，所以伊就会当用好好啊用讲的，甲因阿爸沟通。毋过即个剧内底即个男主角，因阿爸就是迄款生气的时阵无法度控制情绪的人，所以伊就嘛可能就是会看做讲啊，查甫人就是爱有即个款。颠倒是因阿姊看到罗马就是因母啊，就是会当包容别人的情绪，所以伊嘛对咧做即款的代志，所以因姊也就较袂惊歪去。嘿。毋过我个人的偏见啊，就是会感觉讲即件代志的发生，就是咱今日英国的即个青少年犯罪的代志，遮尔啊遮尔啊济啊，就是包括教育资源的分配啊、学制啊，含即个老culture是诚根本的原因。毋过即三项原因佫会牵涉着阶层。嘿，比如讲一般来讲，即就伫即个 North West England 来讲啊，大部分的学校拢是像剧内底安尼，甚至有佫较歹，除非你是你开钱去读私立学校，啊无就是你开钱补习去考着文学校，就是咱咧讲迄 grammar school，啊无就是你开钱去买好的学区的厝，毋过迄厝的迄落价数可能是2-3倍安尼。就是你无论安怎，你要保平安，你就是拢爱钱。真的。系啊，毋过如果假使讲英国家己无人想要去破解即件代志，我做一个外人，我就干会当用家己的资源去伫即个系统内底去甲因算啊。像新闻嘛有报讲非洲有即寡London 有即寡非洲的移民啊，因就拍算讲甲囡仔送转去加纳，还是讲 Nigeria 去上即个 boarding school，才袂伫 London 甲你乌道安尼。笑嘛？对啊，对啊。最近拄好嘛有一个朋友，因翁是英国人伫万象教册嘛，伊嘛讲因为伊无想要伊家己伫遮的中学教册，伊嘛是伫遮大汉，伊就感觉讲我无爱我的囡仔青少年的时阵伫英国上课，无爱伫英国上学校，所以伊准备要搬转去台湾啊。是哦。系啊。对啊。毋过我感觉有一点最趣味的是，我前几工带阮囝按伊去去上网球课转来了，伊就伫遐甲我讲，因学校发生啥代志啊？就是反正伊的同学有一寡就是小小的，就是迄 TikTok 啊、YouTube 看做济，拢会学内底物件。过来伊就讲，伊有一个同学。最近对伊另外一个朋友较好啊，就是较袂甲乱啊，袂黑白讲
讲白差去斗老师还去和老师处罚啦，什么或者伊就讲伊甲同学的过程就对了。我讲，我感觉你听开你同学代拢足奇怪的。我讲，我讲是不是台湾的囡仔学较袂遐有诶无诶？伊讲嘿啊，啊怪阮查囝就讲，就是安尼，我才要想要倒去台湾读册啊。是哦，嘿啊，系啊，我感觉学校就是两个国家比起来，就是虽然讲有诶人会感觉啊，台湾上课迄压力伤重啊，啥物诶，毋过比较起来，囡仔是真正甲英国诶囡仔比起来是较有规矩啊。对。毋过我家己嘛是咧思考，即个规矩敢是一件好诶代志。我感觉就是爱有一个中庸，就是像英国安尼拢是 wild monkeys， 毋过像台湾它拢是迄个足温顺，然后咧讲啥物，咱咧逐华语讲顺民啊。毋过敢讲袂当就是减一个人两边男做伙除以2真对啊！毋过我感觉我查囝足巧诶一点，就是伊无想要照老师意思做诶话，伊就假死讲，伊感觉伊听无中文安尼。我感觉就是安尼，所以介意伫台湾读册。对啊。毋过我感觉这就是咱做一个移民的一个优势啊，有两边的所在通去。系啊，就是有较济选择啊。对啊，所以最后我想要推荐大家讲，若是想要，我感觉一件代志是爱防止像 Jamie 即款的囡仔去影响到恁囝，这是一项代志。另外一个，大家嘛可能定会无注意到，就是毋通甲家己的囡仔真勇变做像 Jamie 安尼的人。所以我真推荐大家看一本册，叫做别交出混蛋，迄台语我们慢慢讲啊。所以伊就是较卖嫁出配他啦。对啦，对，伊就会教你讲安怎即带囡仔的时阵，安怎用去教伊安怎去解说伊的情绪啊，是讲去表达伊的情绪，莫用暴力的方式去出一口气安尼。对，我感觉这是这个时代大家开始就看重的代志。我感觉有另外一个就是，有当时囡仔无想要做啥物代志的时阵，莫受逼。伊若真正无介，就是无介意的，伊安那甲逼嘛是无效啊。对。毋过有一寡，毋过反正这界线嘛是出歹了，因为有当时即个物件，因可能对因来讲是会当加分的。啊，若无爱话，小可加 push 一个是，我是感觉是无要紧啊。对啦，这拢是系啊，反正就是看你家己甲你家己的囡仔是安怎相处，啊莫系啊，就是加听寡因的心声啊，系啊，因若伫甲你讲话时阵，就好好去甲因听安尼。我家己是安尼认为对。好啦，安尼今日就差不多到这。祝福大家出入平安。你有要吃无？我出入平安，我要吃啥？万事如意啊！出入平安啊！万事如意，龙海安，再会。龙来坐，小酒来烘茶，落水客，车人客，上新起的土地。稻啊青芳过一枝，青菜水果青。我会记得我2016，我大概讲即个2016年咯，拢会这代志是安那迄当时发生啥物代志？毋知啊。